醫院管理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嘅機制嘅，社工會處理減免申請嘅時候咧，都以家庭作為經濟審查評估嘅基礎。透過今次優化嘅機制，經濟入息審查裏面嘅家庭嘅定義亦都修訂咗。響進行經濟評估嘅時候，社工會先釐定病人係唔係受養人，即是話係咪未婚啦，或者未滿18歲，又或者18歲至25歲接受緊全日制教育嘅人士。大家可以參考下呢個例子嘅，病人係一個18歲未婚嘅人士，已經出嚟做嘢㗎啦，但係因為要同父母一齊住，過往申請嘅時候咧，都需要咧係提交咧父母入息同埋資產嘅文件作審查嘅。但係優化機制之後，佢只需要交自己一個人嘅經濟文件就可以啦。至於已婚嘅病人，過往佢同父母、太太一齊住，佢哋係需要交晒所有父母同埋佢兩夫婦嘅經濟文件嘅。但係而家只需要交佢哋兩夫婦嘅文件就可以啦。喺修訂家庭定義之後，一方面可以節省病人嘅申請時間，亦都可以避免父母因為佢嘅成年子女嘅醫療費用而耗盡資產，亦都可以減少咗家人之間因為申請嘅事宜而產生嘅摩擦。